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，需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份番茄炒鸡蛋。好的，先生。服务员，做好了没有？我赶时间。先生，您刚点好菜，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厨师呢。那你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好的，好的。厨师长，番茄炒鸡蛋来一份，外面客户有点急，他说要快一点。好的，没事，这很快。先生，我的番茄炒鸡蛋做好了吗？你的番茄炒鸡蛋正在做，马上就好。那你再帮我催一下好不好？我赶时间。那好吧。厨师长，快一点，客户又催了。你的番茄炒鸡蛋，这都是生的，怎么吃呀？你给我做熟的时间了吗？那我不吃了。不吃，那这个怎么办？反正你们也不要了，给我打包带走吧。你打算带回家自己做着吃吗，宝贝儿？我说你打算带回家自己做吃吗？